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鸡卵有饲无货，一寡所在民众为着要买卵，就爱甲排队排甲长垃圾。昨暝两家委员会决议，确定后礼拜鸡卵暂时袂起价，啊那3月25会阁开会一届，看敢要起。后面的有没有听到？有。今天白蛋只有来5箱而已，只能分60个人，其他只能买红蛋，好不好？大家配合一下。白色的鸡卵一斤俗20块，数量有限，真侪人排队要买。鸡卵的计销是毋是继续起？民众拢真关心。18号产销双方开会，本来团讲要阁起2块到3块，不过尾下决定袂起，维持产地1斤45块半。因若批发的计销是1斤55块。你袂感觉伤辛苦啊吗？袂啦，无你就无能通好食。团讲参加的代表大部分拢想要起，不过因为受到官方的压力，最后决议是袂起。但是25一个月阁开会讨论是毋是要起价。因若农委会开放的8个专栏进口鸡卵，后礼拜才会入来，至少500万粒。澳洲行空运，土耳其行海运，虽然成本较悬，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会吸收差价，甲计销压来。那我们会透过期选场，期选完之后，那按既有的通路调配到我们这些的超市，来让消费者买到相关的平价蛋。那这个会在3月底前都会到我们的超市。进口的鸡卵也外包装标示才当上市卖，相关的作业一定会搁再增加成本。短时间内欠卵的问题也未解决，伫咧真侪零售市场也是看到大家排队买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鸡卵欠货，菜市颠倒有货无市，因为天气好，高丽菜大出，计小崩盘。路边车工来买菜根本都袂好，就规气开放的民众家己来烤菜，一粒10块。规土块高丽菜，每一粒拢是青脆搁大粒，民众家己准备草鸡仔、地仔来采收。最近天气回暖，菜市成长快速，花莲高丽菜产地计小大波，都是因为采收无够成本，规气开放民众来捡便宜，一粒只卖10块。有破网路啊！哦，你拢有咧注意？有啊。啊，为对来？我对到人遐啦。哦。有了过来了。啊，就专工来迄班啦。有啦，专工去了。我上一次买1颗50诶。哦，1颗50。一颗10块，吓到。民众互计销惊到，也毋过菜农其实心里智慧，因为目前西地果菜市场大卖价，每公斤平均计销就5块。若派人采收工钱甲怎想爱开销，连拍卖成本都困难，只好用人家的计销开放民众来采，希望少了一寡。即摆计销较落啊，计销较落无够成本啊，即摆行情无够遐哩，行情要卖是啥物原因？菜价俗啊。民生物资量济量少拢是问题。全台目前并价鸡卵少，中华有社福团体举办关怀活动，除了送礼券，也现场增加送鸡卵。民众只要比抢位关会，都会当得到一盒10粒的鸡卵。很开心，现在鸡蛋很难买。当然这是最核蛋哦，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蛋了。我们家有老婆虽然有买，可是现在这种限量，所以很少看到。主办单位准备3000多粒的鸡卵免费送予听公益的民众，大家一直讲赚到啊，拢笑嗨嗨，也正做欠卵之下的特殊现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0开始要去访问罗西亚3天。21要甲普丁正式会谈，预告习近平刷落来会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安那北京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会关注会谈的结果。不过科比嘛强调讲，美国未支持罗西亚甲乌克兰这阵停战，因为这颠倒让罗西亚有时间整备军队。接落来看联合报，中央银行3月23要召开今年头一场理监事会议，因为拄到欧美的金融风暴。美国联准会上新的利率决策，拢会影响台湾央行对今年利率加景气看法。外界预估顶贴现率仍有可能维持伫1.75%，暂停连续起4摆的趋势。落尾是自由时报，加污染的农地为将工厂提送改善计划期限到3月20。不过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有1316间工厂还未送计划。若短时间内无送出去，毋但会失去辅导资格，恐惊阁爱断水断电，甚至拆除。
即阵阿里山的樱花正咧开，去看花游客有真济。不过因为久无落雨，本期乌老街即阵欠水，店家爱为山骹灌水再上山。伊嘛烦恼讲无水通用，就算有人客来，嘛无才调做生理。安那玉山欠水嘛是欠甲真吃力。百分山庄开管制用水，有管厝呼吁爬山的民众爱家己排水上山。假日的本期河老街出来佚佗的人真多，尤其是陈统统。每年3月到4月是阿里山樱花季，本期呼市民众上山赏花中间站。啊，不过游客多，用水量增加，欠水时阵，点头家己为山骹买水运上山。假日的用量够多啊，希望这政府会使帮咱处理一下咱山区水资源稀缺的问题。本期河老街店头烦恼欠水，就惊阁无落雨，艰难改造，拜六拜日营业。中和菜另外一个景点就到民俗业者甲地方生活也受影响。哦，欠水欠甲。啊是安怎？哦，啊拢无自来水通食。哦。系啊，山顶的居民真正足可怜的。玉山国家公园16个山坳水台水量无够，百分山庄实施省水措施，各管厝关山庄内底变锁，呼吁爬山人家己爱啉的水上山。在盘山庄，目前水源很难抽取，所以目前的话，呼吁游客可能自己要考量我们山庄缺水的情况，是否可以如果要上山，可能要自己带水。有关处指出，玉山水源主要是雨水甲山泉水，啊，不过去年冬天甲即马无落雨，今年1月也无落雪，山泉水打去山坳特别无水，请大家配合相关省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南台湾当日欠水，台中嘛已经580天拢无大雨。行政院长陈建仁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做伙去大家去巡视，市府建议中央爱调整台中的水情灯号。甲正常的拿灯改做较内斗的彩灯。水情严重，中南部去年12月到即马落雨量就平均达了4成，创30年来新低。其中台中市已经连续580天无落大雨。行政长陈建仁10月去大甲溪马湾坝巡视，强调中央会基于2001年8年大苦旱经验，已经提早部署。旱灾的情形呢，实际上比起百年大旱呢，来的没有下雨的时间更长。我们应用前瞻建设的这个计划呢，已经开始来这个整建很多的这个抗旱水井以及湖流水的这些建设。马湾坝目前水位标悬553公尺，储水量34万立方公尺。为怕巡视的台中市长罗秀燕烦恼，水头德基水库已经伫1个月内为百姓的储水率落超过6成，建议中央将水情灯号由哪转力，搁严格检视水力发电，避免浪费水资源。那如果说现在还是维持蓝色灯号的话，那表示水情是正常的。那不管是水情的执行单位，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恐怕都会忽略水情紧张的一个情形。经济部表示，大家溪流域是台湾水力发电重镇，目前水情紧张，拢是先考虑民生农业用水放水，搁把握照机发电，绝对袂浪费。目前已经开始调度抗旱水井加河流水，呼吁民众爱省水，啊，不过也有信心度过这一摆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国内增加7825个本土病例，已经连续10天拢无到1万例。啊，若明仔载8日开始，轻症都唔免通报，嘛唔免强制隔离，所以视线看诊嘛同齐取消。若准去画着，会当挂喙罨，直接去互医生看。新冠本土连续10天9万例以下，10月拜六增加7825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六降7.3%，死亡有35例。疫情继续降温，20后礼拜一起，轻症确诊者会当免通报免隔离，只有有住院的重症症才需要通报。对啊，全世界都一样了，这本来就是一种病菌吧。等于说就是更没有保护了，大家都就是完全无视病毒，这样子感觉好像也不太好。指挥中心表示，现在上路了后，会公布取消视讯看诊。未来民众若快筛阳性，会当挂喙罨到诊所，也是病院实体看诊，也毋过有记载医师批评，这是凊彩搁冒险的政策，建议维持远距医疗，让民众自行选择就医方式。若开放确诊者到院所就医，可能会增加高风险族群的得病风险。这些同时获诊的民众，有些是
高风险的老人、小孩，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这样的情形之下，发生感染的风险会增加。视讯诊疗在新制上路之后，只会提供给就医不便的像山地、离岛、偏远地区以及这个住宿机构的住民。指挥中心强调，除了山地、离岛甲偏远地区，考虑机构住民着病了后，紧急医疗需求，也会继续适用管制医疗服务。一般轻症民众原则上取消视讯诊疗，后续会观察就医到药进行个适时检讨。另外，若清明年假了后，疫情稳定，病院的探病陪病规定有希望伫4月初10放宽，大众运输爱挂催暗的规定，也可能伫4月中旬了后取消。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引起国际关注，咱台湾嘛咧准备战争的紧急物资。卫福部和国保会用第2亿美金，拢总1亿3812万，买外商用的战略物资。防治机构咧闪立法院的审查。卫福部政务处长王必胜表示，除备战争的药材是久长来的旧例啊，全台湾已经传好10万人份的医疗物资。不过，立委认为应该爱照编预算接受国会监督。国军伫各项操演演练，战伤救护接近战场的突发状况，战时一定要用到药啊。政府受俄乌战争的启发，强化全民国防，全面盘点国内战时紧急物资，包含外伤用到的抗生药啊、麻醉药啊、大肠退烧止吐者药啊、加细胞片啊。整合国防部、卫福部、教育部甲体育会，交由卫福部统筹国保会动用第2有备金，总共1亿3812.6万。用伫个别外商用的战略物资，比如说这次俄乌战争之前，我们大概就是以2万人份来讲，我们在区域医院以上的都有在准备了。啊，只是说因为因应俄乌战争之后，那我们就这个再扩大，好，那再多准备10万人份。依据卫福部的药品医材储备动员管制办法所订定的品项跟数量来执行。这跟民间急救责任医院所储备的存量是相同的。王必胜指出，除备战伤药材已经是真侪年，也增加库存量。目前全台已经准备好10万人份的医疗物资。卫福部长施水元强调，资源盘点无代表两化的发生战争，是提早准备好。卫福部各开专家会议，讨论战略药品范围。国防部回应，国军战备药材甲民间病院尽量共款。不过政府动用第2有备金采购的启动，比这期规避立法院审查。11年预备金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历年来每一年将要用多少的经费来进行物资的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希望未来能够在公务预算当中予以编列。预算的使用是否应该回归常态性的公务预算？应该要做平时的战时准备，而不是透过这个相关第2预备金来规避国会的监督。全球面临抢药的风波，民进党可抵嘅认为，政府是提早准备，不过呼吁爱回归上边预算。邱清冠指出，牵涉国安机密的预算，政府应透过立院机密会议来说明，不是规避监督，和国人无法度相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拼2024年的大选，国民党成立选策会，前几天公布名单，不过内底有李全教、鲍坤琪引起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伫面册表示，国民党爱继续乌金。昨暝国民党嘛开临时记者会，表示选策会互外界误解，决定要停止运作。党中央的这个选策会终止运作。国民党最近因为选策会的组成名单内底有牵涉乌金等等争议人物，引起风波。特别在时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选策会的功能和外界误解，决定停止运作，回归到原本的提名机制。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来回应社会大众的这个期待。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16日伫面册发文表示，无法接受乌金。根据了解，侯友宜17日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通过电话，特别在时，伊参共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捷运环状线的开工典礼，强调伊甲朱立伦对反乌金都有共识。我们一定会齐心齐力面对这个问题，把它做更效率的解决，能够符合人民的期待。连者人之表演，民之表演。我想国民党应该要坚持它应有的价值。
各政党当咧积极准备2024大选，但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第3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政党认同者是为31.6%落到23.1%，民进党方面为30.5%提升到33.8%。国民党一定会持续的倾听民众的心声，来积极的回应民意。国民党表示，选举会停止运作了后，所落来的提名方式会透过党内幕僚提名交予中央提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是由党主席来调集，会邀请包括县市长等重要角色来组成。选举会引起风波了后，所落来提名敢会当予大众接受，就看落尾国民党安怎行。记者郭明正最由台北新北报道。来看玉山杯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17日高雄顶庄棒球场比冠军战，普文高中甲三民高中要抢代表高雄的名额。不过比赛结束的时，三民高中的教练因为认为对方的球员行为无礼貌，却直接撞入球场内底罚球。这局比赛结束，普文高中赢，普文的投手也双手大声喊，杨国刷引起对方三民高中教练不满，冲入去场内质问投手。裁判甲普文高中教练关键去甲安打，杨国三民的教练也是气噗噗。教练骂对方的选手冲到伫影片被放喺网络顶，民众质疑三民高中输袂起，教练欺负球员，引起大家的讨论。继当天，三民高中校长加教练出面回息嘞。大家的困扰，那我们真的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也想保护小朋友，对方也想保护小朋友，那我做的太偏激了，所以我真的很对普门中学的球员真的很抱歉。教练认为家己做了无好的示范，也解释讲是因为对方投手先对小棍手做无礼貌的动作，比赛结束，敢若阁想要拨人。教练也有教练的风范存在啊，但是我体谅教练。真的是疼惜跟关心这一群输球的孩子，现场被三振的那个孩子的心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教练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出来。这场比赛是17赛起，三民高中对普门高中要争取玉山杯全国高中棒球锦标赛高雄市代表权，要是普门3-2赢。高雄市教育局已经要求2间学校加强辅导教练正向管教加运动家的精神，避免再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竹北市有发纾困金予弱势族群甲66岁以上的时代，头一批已经有13000人领到啊，第二批昨开始会当去网络申请，半工尔就超过25000人去登记。全台湾只有竹北市才有6000块纾困金，第一波总共有13000多人已经领到，10月开始进行第二波的网络申请，民众除了会当透过线顶提出申请。市公所把第1批所提供民众来办理。整个流程都很顺畅。那其实刚才已经有些测试过了。那其实作业时间大概1到2分钟，其实就已经申请完成了。6000块的话，我会再运用在家庭的一些，增进家庭的一些家庭的亲子活动的部分。根据统计，自透早到中昼，已经超过25000多人在线顶完成。市公所面对同时间这侪人提出申请。把电脑设备传好势，完全唔敢靠势。透过这一次我们的申请，可以了解到年轻的城市、进步的城市，那医化的建制非常重要。我们也会加紧脚步，赶快来建制。竹北市限定的项目6000总预算12亿，按算4月初10进前会完成拨款，再加上中央准备要发的6000块。竹北市民总共会当领到12000块的现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法国政府修法，把退休的年岁延到64岁，引起民众不满，抗争继续的扩大。巴黎的街仔路就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这2天已经有370个示威者被警方抓去。几名电报警察将穿红色外套的查某人围住，一阵报告站了后，将伊带走。伫国会大楼附近的协和广场，警方想要用催泪瓦斯赶走民众，双方也伫大楼爆发严重的相杀。
法国总统马克宏顶日主导国会动用宪法特别条款，以回避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将法定退休年纪为62岁延到64岁，引起民间的剧烈不满。除了国会在野党连续推出无信任案，工会等民间团体也一直发动示威。Tout augmente, les prix augmentent, le pouvoir d'achat baisse. Là, ils veulent augmenter la retraite à 64 ans, alors qu'il y a beaucoup de jeunes qui sont dans la galère. 另外，伫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甲想要寻求独立的科索沃，伫欧盟的介入之下，这礼拜六被继续讨论双方关系安怎正常化。因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协议，和塞尔维亚民众认为是强迫因接受科索沃独立，所以就万名的反对协议的民众，伫新一轮谈判进前，行就贝尔格勒街路来抗议。Ovo večeras je borba za život srpskog naroda. Mi imamo pravo da ne budemo uništeni. Imamo pravo da živimo. 塞尔维亚甲科索沃的关系，伫1999年贝尔格勒和西方国家空袭了后，就一直真无稳。欧盟对塞尔维亚加入上新开出的条件是，需要实质上承认科索沃独立，同时要完全配合欧盟的外交政策，对数十年来友好的俄罗斯启动经济制裁，和塞尔维亚政府面临两难，也引起塞国民主主义的规百会。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拢会较凉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会落沙沙巴雨，其他所在是侪份好天。若明仔载东北风减弱，气温会阁回升。拜三到拜五，各地头温度称悬，上悬会到32到34度。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16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2度到27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